杨帅哥，你做的事情黄叔叔都放在心上的，知道吧？那你说要吃大闸蟹，那今天我等你来了啊！现在是吃大闸蟹最好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日手等你配得起来，这西红柿好酱呀，薏仁挺厉害的。现在熊蟹这个膏也出来了，知道吧？等等你多吃点啊，杨帅哥，男孩子多吃点补的啊！就这样了，看到杨帅哥吃大闸蟹了，老婆那个。这家店这个老板，我猜路子就知道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关系好的不得了的。今天我订了12只螃蟹，你随便吃啊，敞开肚皮吃，6公6母都是吃不了的。我跟你说啊，真叫这个皇叔这层关系在了，一般人过来吃不到的，哪有吃这么大的，知道吧？你书籍啊，书籍嘛，你先上去好了，你直接跟老板说那个老黄的小朋友，知道吧？你去吧，好。哎呦，今朝的停车位那紧张的了啊！这么生意这么好，一个停车这边有个停车0000，我到去，我操！我把那个车来的，来兄弟，哪开车？你怎么开车子的？我都在倒车倒进来了，你这样一直冲进来的，你哪会开车的？干什么？你凶什么凶啊？喇叭亲什么亲啊？这车位你写你名字啦？这公共车位啊，我怎么不能停进来啦？你又没倒进来啊？你要真倒进来了，我还能停得进来呀？自己技术不行啊？操他娘！你哪抢那个？你怎么这个样子的啦？我明明是我先找到这个停车位，我都在倒进来了，你还得一脚油门这样刷进来的？你这个哪有素质的？有你这样开车子的？这么也不打的，我怎么知道你要倒进来的？成家伙的，而且看到我在倒了，你去其他地方找了呀？还要自进来的？你是哪滑稽了？你这个人！我停车我打什么灯啊？你自己倒个车磨磨蹭蹭半天没倒进去啊？自己吵脚嘛吵脚啦，在这跟我找理由啊？我停都停进来，你想怎么样啦？谁先停进去就是谁的车位，这规矩不懂啊？我吵脚啊？我开了几十年车子，我吵脚啊？我在开车子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了，我吵脚了。我们老家属员开车不都你慢的呀，安全第一，你懂了？懂吗？不懂？你这样开这么快，不要出事情了，撞到人怎么办？滑稽的要命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家店老板我好兄弟啊，你这个位置早点让出来，知道吧？瞎停八停的，你再不开走啊，我打电话叫老板让你走了，知道吧？乱停的你这个人。哎呦喂，真是老板了不起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也在这家店吃螃蟹的，老板难道不让我停门口啊？你与其跟我在这耗，不如去找其他停车位。是的，跟我有什么好烦的了？赖我头上啊！我不想跟你多烦了，我学生还等着我进去吃饭啦。不得了！我的学生在里面等着我吃饭啦。就你这种样子，你这种素质也能当老师的啊？你也配当老师，为人师表的？就你这副腔调，你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顶在你屁股后面了。你拿我怎么样？你有本事把我送开来。我其他地方不停了。试试看。我看你在那13点了，要么说谁13点？你13点要么。黄老师好，黄老师好。黄老师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认识黄叔叔啊？哎呦，杨过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巧了啦，老师今天约了以前的毕业生在这里吃饭呢，你呢？黄老师，今天我跟我叔叔来吃大闸蟹。黄叔叔，这是我班主任黄老师。杨帅哥，这是你班主任啊？黄老师啊！我跟你讲我们家杨帅哥一直提醒你的，说你是全书最好的老师啊！其实闻名不如见面。你好，来，抽支烟。不要看气呀，你来抽一支嘛。你看着杨帅哥，你班主任黄老师一看就是资深老教师，不得了了！外星环要本家呀！你这个变脸倒比我翻书还快了。你刚刚不是这么说我的？你不是说我素质差啦？黄老师你听错了，我说你素质好，素质高，素质呱呱叫，知道吧？今天这个车我特意给你留的，知道你黄老师今天要来的。那我后面这个位置你不停啦？不顶我屁股后面啦？黄老师，你看你不能乱讲话的。
你当着小孩子面怎么可以乱说话呢？哈哈，对吧？我这个怎么就顶在你屁股后面呢？我是看到你停位过来给你打声招呼，知道吧？而且这个叫什么老师专用停车位，我们还有资格停啊，是吧，杨帅哥，对不对？哈哈，黄老师啊，这样今天你的车我来请，好吧？我让老板给你上这个最大的大线啊！这个老板我拆路子小，好兄弟一句话的事情，好吧？我请客啊，然后我去对过停车。哎，杨帅哥，叫你这个黄老师进去装着，外面冷的，知道吧？黄老师。哎，这个杨帅哥的事要得麻烦你了啊，多照顾照顾啊，就当自己小孩一样，该打打该骂骂好了，好吧？真的，麻烦你，哎，行，你先去，好吧？等我说完了，我买单。等等，黄老师，我过来给你敲酒的。